后来回头继续来讲，这个过年的期间，大家拢会食四小啊、猛蛋散。有营养师来点出着几啊种高热量的过年的四小啊，包括着牛鱼丝、坚果类、脑类等等。尤其热量上悬的，就是迄种一盒内底4支的鸡卵羹，这个热量有357大卡，已经超过一碗白饭的热量咯。营养师讲，若是四小啊食伤多，安尼食正长的时阵，淀粉类的食物都要减量，较袂造成身体负担。春节的四小啊、桃仔仁、腰果、杏仁果，互人愈食愈煞嘴，毋过热量是真惊人。办年会四小啊，营养师嘛算出热量，亲像沙条1支就有157大卡，牛鱼丝是乌干仔底豆油半包50克，全部食了竟然有143大卡，等于是半碗饭。土豆麻佬热量嘛上百，猪肉干、土豆糖、乌糖粿嘛是真悬。另外，亲像糖啊，一粒就有30大卡，脑里1包5克是15大卡。不过大家敢知影，倒一种四小啊热量上悬？可能是洋芋片吧。应该是核桃糕那种糕点类的最高吧。蛋卷热量应该蛮高的，但是我们家很爱吃怎么办？市面上一包4支的鸡卵羹，一解食一盒，热量就有357大卡。伫咧四小啊的热量中是排头名。年节团圆看戏出四小啊，一喙接一喙，无说你就会食超过量。到底应该爱安怎食咧？如果说你在点心上面你吃了很多淀粉类的食物，或者是吃了比较多精制糖，那我们在下一餐的时候呢，可能淀粉类的食物我们就可以做减量，或者是过了年菜太过于油腻，钠含量过高，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一定要多喝水。另外，营养师嘛建议会当甲买回去的四小啊，用细包装来保存。过年若无想要身材走精，食偌济就要好好啊控制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